大家好，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我係歐陽琪琪。今日係11月11號星期二，一齊嚟關注今日嘅詳細內容。本地方面嘅消息，多倫多市今年喺公共安全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罪案率有所回落。多倫多市長鄒至蕙日前喺士嘉堡北區舉辦社區安全大會，向市民通報最新公共安全成果。並強調，市府喺打擊犯罪方面持續投入資源嘅策略已見成效。根據多倫多警方嘅最新數據，多倫多嘅犯罪率喺2025年錄得大幅下降，公共安全走勢正面，同多倫多市嘅治安改善相呼應。加拿大喺全球範圍內嘅安全性亦獲得國際高度認可。根據一份最新發布嘅國際安全排名，加拿大喺全球最安全國家中名列第5名。而喺暴力犯罪方面，加拿大表現尤為突出，安全程度位居全球第2，僅次於日本。呢份新排名凸顯咗加拿大社會穩定性高、兇殺率低且生活質素佳。專家認為，促成此佳績嘅關鍵因素包括社區文化多元且互相信任、經濟發展穩定、犯罪率低、反恐措施到位、交通安全可靠以及普及嘅醫療保健。加拿大衛生局近日宣布，加拿大喺近30年之後失去麻疹清零國家嘅地位。根據路透社報導，專家早喺上月已預測泛美衛生組織將撤銷加拿大嘅麻疹清零地位認證。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喺聲明當中指出，雖然近期傳播速度有所放緩，但疫情已經持續超過12個月，主要集中喺接種率偏低嘅社群當中。該局補充指，泛美衛生組織已正式通知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加拿大唔再具備麻疹清零地位。加拿大政府現將重點放喺提高疫苗接種率、加強數據共享以及完善整體監測體系。專家警告，加國部分地區嘅疫苗接種率下降，係自新冠疫情以嚟民眾對疫苗信任度下滑嘅徵兆，未來或引發更多可預防疾病嘅復燃。聯邦衛生部長 Marjorie Michelle 辦公室拒絕就事件置評。國際方面嘅消息，法國一男子天降橫財，喺自家花園挖出市值70萬歐元嘅金幣同金條，經政府決定，該批黃金歸男子所有。該名男子5月份喺自家花園內挖出大量黃金，隨後向當地嘅文化機構報告。當地政府發言人並冇透露該男子姓名，僅表示政府啱啱裁定佢可以保留呢啲黃金，因為冇跡象表明佢哋屬於文物。該名發言人補充指，有關方面目前無從得知黃金點解會埋喺呢個地點，而花園嘅前任主人已經去世。根據當地媒體報導，警方經調查認為呢啲黃金係合法所得，大約15到20年前曾經喺附近一家精煉廠被熔化過。呢批黃金被發現時分裝喺多個塑料袋內。最近紐約街頭嘅人力3輪車已經成為城市交通方式之一。有遊客指車夫都係按時收費，每分鐘9刀起。喺旺季嘅時候，日收入可以達到上千美元。呢份高收入神話核心底氣源自於中國製造嘅硬實力。2025年紐約6600萬遊客帶嚟海量需求，而續航120公里、載重500公斤嘅國產電動3輪車，僅售價為美國同類產品1/3，既降低從業門檻，更加令車夫高效承接訂單。哈密爾頓核心區車夫旺季單日流水可以達800到1000美元，而且中國製造已成為獨特文化符號。95%嘅美國車主堅持保留中文提示音，相關 TikTok 話題播放量超2億次，令中國製造自帶傳播效應。如今中國產電動3輪車遠銷130多個國家，全球市場佔有率超60%。中國第15屆運動會當地時間9號晚喺廣東省廣州隆重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9號晚嘅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華燈璀璨，氣氛熱烈。今次係首次由粵港澳3地聯合舉辦嘅全國運動會。
喺歡快嘅樂曲聲中，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等步入主席台，向觀眾揮手致意。全場響起長時間嘅熱烈掌聲，伴隨歌唱祖國嘅旋律，儀仗兵護衛5星紅旗健步走入體育場。喺澎湃激情嘅樂曲聲中，全運會會旗、第15屆全運會會旗同16名旗手組成嘅會旗方陣入場，裁判員代表方隊緊接入場。其後係37個代表團精神抖擻嘅運動員代表，佢哋分別嚟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3個行業體育協會。全場觀眾用熱烈嘅掌聲同歡呼聲歡迎運動員入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沈浩輝、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分別致辭。喺開幕式上，機器人用千年青銅敲出彩雲追月。呢個清越之聲嚟自2000多年前南越文王墓出土嘅珍貴樂器，一場跨越古今嘅科技同人民對話就此開啟。而喺開幕式最具神秘色彩嘅主火炬點火環節，嚟自粵港澳3地嘅運動員蘇炳添、張家朗、李伊共同點燃通過電、光、水、霧形成嘅科技之火，體現咗綠色低碳嘅辦賽理念。驚豔全場嘅仲有牛魚，呢個係首次喺大型體育賽事開幕式中應用牛魚呢一個文化符號。牛魚係傳說中里約龍門化龍之前嘅過渡形態，作為吉獸形象被廣泛裝飾喺嶺南傳統建築。佢亦都係吉祥力量同成功嘅象徵，寓意獨佔鰲頭，勇攀高峰。第15屆全運會將喺11月21號閉幕。一共有14000多名運動員參加競技比賽項目，大約11000名群眾運動員參加群眾賽事活動。節目嘅最後，一齊嚟欣賞一首粵語版中國第15屆全運會會歌《氣勢如虹》。風過浪潮動，有你有我，歲月記憶中，鬥志勇猛，永遠敢蹦自高，痛化開闊步尋夢，成功總會被傳頌，拼搏到尾那句與冷風，手舉鮮花，志慶親手建功，以勇氣血汗破風。自信伸手可抱擁，衝衝衝，繼續攀登高峰，全力氣勢如虹，鼓舞與共，衝衝衝，雨後凝望彩虹，共迎盛世光輝天空。風過浪潮動，有你有我，歲月記憶中，鬥志勇猛，永遠敢蹦自高，痛化開闊步尋夢，成功總會被傳頌，拼搏到尾那句與冷風，手舉鮮花，志慶親手建功，以勇氣血汗破風。自信伸手可抱擁，衝
來自信伸手可抱擁，衝衝衝，繼續攀登高峰，全力氣勢如虹，鼓舞與共，衝衝衝，雨後凝望彩虹，共迎盛世光輝天空。接落嚟一齊嚟關注未來幾日嘅天氣。多倫多雨夾雪，零下1度到3度；溫哥華多雲，5度到10度；蒙特利爾有雪，零下2度到1度；卡加利晴間多雲，0度到11度；渥太華多雲，零下3度到0度；洛杉磯多雲，16度到25度；紐約晴間多雲，0度到5度；芝加哥多雲，零下1度到5度；休斯敦天晴，8度到21度；邁阿密多雲，11度到20度；北京晴間多雲，2度到17度；香港晴間多雲轉陣雨，18度到23度；巴黎多雲，10度到16度；倫敦多雲，11度到15度；悉尼天晴，12度到21度。今日嘅新聞已經報道完畢，多謝大家嘅收睇，再會。